民测被奖赢林北好友班主林如虹涉嫌家己伫遐搬戏，假做互人恐吓的案件，桃园地检署经依照伪造文书、诬告含恐吓罪，起诉林如虹含柯德斌。检方认为讲，这两个人用言论自由的名义，说是伫咧迫害言论自由，希望法院就要甲因判处等。当初是我想要自导自演。 面对媒体问题，人面册粉砖林北好友的班主林如虹是一句话都无讲，因为之前伊讲伊去互恐吓威胁，所以有检警发现讲，这拢是伊设计的。10月初回国接受调查，检方侦查认定伊涉嫌甲国民党党工柯德斌自导自演，公开讲正口能去互恐吓的这个案件。因为去互质疑讲伊讲白贼，所以不满，想要转移公众的焦点，才被以伪造文书、诬告、恐吓罪，甲两个人起诉。 更请法院当个判刑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是残害言论自由的一个基础哦。那因为他透过这个二假害的一个假讯息哦，然后去批判别人哦。林如虹到案了后，有风声讲，伊讲伊的笔记型电脑伫维也纳机场等回程机的时阵去互偷摕的消息。不过检警发现讲，林如虹其实有甲电脑寄出国，对查国际邮件的资料，发现已经寄转来台湾藏起来。 警察摕到了后，发现有部分的档案已经互拆掉，不过电脑并无格式化。针对去互起诉，林如虹对自导自演、浪费司法的资源，感觉真歹势。对于我自导自演、浪费司法资源的部分，感到深深的抱歉，而且我也认罪，而且我也提前买机票回国，诚实面对司法。其他那些不实指控的部分，那我只能深感遗憾，尊重那个检警的侦查结果吧。 之后当然就交由审判法院来审判，配合后续的这个就是审理的程序啊。林如虹甲柯德斌两个人，经过桃园地方法院裁准，分别以45万、40万交保。林如虹限制自己，并无限制出境。检方强调讲，会研究敢是要提出控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